到那边去。是要用洗的吗？对了，哦，这为什么要切这么厚啊？厚厚的好吃。哎，阿妈，阿你看。你去看一下我手机在那椅上有没有讯息点到快到。对，알겠습니다。知道你要背塞。刚刚是你拿的啊？刚刚这个夹。好。会。哎，这好的地方。漂亮。要肉吗？要肉吗？Max 了嘛。马铃要烙饼哦。你个用鱼珠啊，还别光啊，卡卡的。他们又不是都是歪歪的呀，那又用那个歪的。你我这样子。辣辣的。煎的脆脆的，吃也很好吃。对，忘记弄到了，要重点。他们可以放5分钟在这里，才不会有问题。2个人放。我觉得东京都内很无聊。这是都市啊。哦，有什么？对，你在里面。往哪边？加把点啊，算，不要弄它。You're talking food in your mouth. No one can hear what you're saying. 这是鸡肉。我拿着吃。你说白一点，我现在在往下看的。啊？你说白了一点，我。啊，那等一下。不用它吧？那有吸管哦。在这里啊。看旁边。这个鸡肉好吃。吃完了。我的，你不要喝我的。为什么？你不要喝你妈妈的，为什么要喝我的？不要。我的在里面呐。 That is it. Really admire the chicken.